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捷运宣布要加设月台紧急开关和障碍物的侦测系统，改善应变措施。学者表示，要爱落实才是。今仔日伫全台7个县市，包括过路人和车弄到的路口，包括台南3岁囡仔车祸的所在，拢发起提倡行路安全的活动。正有民众要请看护，讨袂到必要的巴士量表，就甲医师拍。有专家就主张爱废掉巴士量表这项标准，照顾民众的长照需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台中捷运发生重大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捷运的紧急应变受到质疑。今仔日中捷公司就宣布，按算要加设月台紧急开关甲障碍物的侦测系统，改善应变措施。专家学者就咧讲，要爱真正来落实才是。随车员徛伫第一车厢的车头，双眼一直看头前轨道状况，完全唔敢放灵。台中捷运青线车站发生1死10伤的重大事故了后，除了调事件上刑法法，互人动法调查，中捷公司也互人质疑应变流程有问题，相关人员的训练甲应变能力不足。虽然将代理董事长林中泰第一时间是讲流程无问题，不过中捷公司则是搁再回失礼，搁讲已经检讨改进应变流程。未来主要还是针对警讯这一块了哦。当发生警讯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可能的一个来源涵盖面更广一点？譬如说，去连接到可能的一些外物入侵之类的问题。中捷表示，要研究建设月台紧急开关甲智慧型障碍物的辨识装置，嘛已经改进3项紧急应变流程，包括月台人员显著手势标准化，也甲强化。随车员只要看到显著手势，都爱紧急停车。另外，月台人员也是随车员，若发现各样，爱依照新的流程防止列车离站。随车人员手动操作面板的锁匙嘛，已经该独立吊挂伫皮包外口来减少使用锁匙的时间。对于中捷的检讨改进，交通业者予因肯定，不过建议一定要落实。可能要把这些 SOP 要负责执行的人员，他的教育训练必须要能够加强。侦测的部分如果能够更优化，我相信以后对于我们将来如果会造成碰撞风险的障碍物，不管它在什么位置我们都可以及时侦测出来。李克聪表示，中捷会改进相关的流程，都表示，确实以往无想到会有这个意外状况。除了大型外物入侵，对于其他特殊状况，像讲气候无正常，像强风、强烈地动等，建议中捷嘛应该先检讨即卖的应变流程，是不是会当应用？若做有不足，都应该立刻修正，才会当预先防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信义区一搭工地边的路，总是熊熊破一个正大坑，即马是已经透明甲吞起来啊。初步判断是因为工地地下室这壁有裂缝，害外口的地基拢漏了所造成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表示，会全面来清查有污地下室的工地，有防止熊熊发生路崩起的意外。台北市信义区总地街一个新起的工地边的巷仔，13下晡熊熊发生地层落去，这坑真大坑，大约15公尺，宽3公尺，深度3公尺。北市府下令工地停工，附近的徛家早起就走来关心家己的单位，烦恼会搁再落去。11、2点也还没睡觉，我早上5、6点就赶快跑出来看啦。对啊，我也是要关心一下我自己的摊位啊，希望是没有下一次啦。因为我就到在隔壁巷子在刮的时候，像地震一样。安置了5户，那一共是10位。那现在我们都把它安置在我们信义区的旅馆里。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也到旅馆探视安迪好地政慰问金加剪龙花，说明工程抢修的进度。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监测。第二个，我会请无技师来做检查。初步了解，因为连续的壁体渗水造成地下水溢入来，引发路崩落去，现场也赶紧进行紧急处理。基地外口大路落落所在，管暗门头停落去，基地内底填沙灌水并行水压。初步判断是我们工地里面的地下连续壁。大约在11到12公尺之间有破口、有破洞，那所以它的水跟沙会往地下室里面流，那才造成这个坑洞。
为了避免相关的工地意外搁再发生，蒋万安讲已经执行相关局处对着台北市工地全面来清查。即阵建筑工地正伫开挖阶段，有100口物件，会有3大专业工会，每一个案件现场来勘查，伫1礼拜内底检查完毕。到时阵有安全问题，会下令停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64岁查甫人对团去台中爬中央尖山，结果煞爬落去山坎，唔知人。好在台中的消防局有顺利找到这个人，叫来乌鹰直升机，顺利将人载落山，送去病院治疗。过来。将伤者固定好，用锁运送。这个差不多64岁姓王的查甫人，对11个人的登山队去台中中央尖山，经过中央尖山山了顶悬的水墙，无细字落落山坎。山屋上方的瀑布处跌落约60至70公尺处，意识不清，脸部血肿，头部及四肢多处外伤。消防局11尾仔据报决定用肉路甲直升机的方式去现场，因为当地地势正惊，所以搜救人员12下晡找到伤者了后，先送去中央尖溪山寮啊等待救援。降落后立即前往事故现场，又派遣离山分队由陆路方式前往，接触到待救者，发现头部多处擦伤、血肿，意识模糊，并运送到中央尖溪山屋待援。13早起，花莲空勤总队派遣乌鹰直升机到现场，顺利把死亡的查甫人吊挂上机，运送到花莲，送去花莲主治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伫咧车北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含伊的老母要过大路，煞互车弄死，引发社会大众咧关注交通的问题。即马事故已经过1礼拜啊，今仔日伫全台7个县市，要发生过路人互车弄掉的路仔口，拢有发起提倡行路安全的活动。重新登来台南市这个伤心的路口，八号即天3岁女童因为驾驶无良，互弄了后死亡。母亲节即天，超过100名的民众手揢雨伞，还佫有康乃馨，进行着10分钟快闪活动，希望驾驶重视行人的路权。在上个星期一，那9点50几分的时候，这一起事故的发生，带走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高雄场即是经伫人行一口罩，互酒后赛车弄掉的路口，超过100个人用同款的装扮，设伫路口行10分钟。凹凸不平的，然后还有会有车子停在上面啊，然后甚至有些地方是连人行道都没有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绝对不能就是掉以轻心，因为我们都是抱着就是随时有可能会被撞到的这样子的决心在过马路。如果道路的设计不好，我们道路安全的教育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有可能是加害者跟被害者。高雄市警察局统计，月初到11号无让行人已经开发5900外件，不过行人嘛常常面临伫人行道出现乌托邦的状况。学者认为，开发之外，道路设计的改善、驾驶观念的养成更加重要。特别是驾驶人要能够礼让行人这样的习惯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光靠政府执法，只是一阵子之后又松懈，大家就觉得我就可以继续。全台的快闪活动选择的所在，拢是行人离难的路口，希望公民觉醒，力量会当强化着因捍卫行人路权的力道，互母亲节更加有意义。记者王丽婷、林昭权，台南高雄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访问欧洲，唔但去梵蒂冈见教宗方济各，也有去会见意大利的总统和总理，争取到军事援助。泽伦斯基就讲，这桩是要带乌克兰行向胜利的重要访问行程。那目前泽伦斯基嘛已经到柏林，是开战以来头一摆访问德国。乌车车豆豆进入梵蒂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路车就甲红沙主教握手，了后就见到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这嘛是2020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个人讲电话真侪届了后头一届会面。泽伦斯基13出访意大利，甲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总理梅洛尼会面。意大利政府搁一摆承诺会全力支援乌克兰，包括军事、经济、人道，还佫有中建这个援助。Sono lieto di incontrarla nuovamente dopo il nostro incontro di 8 anni addietro, anche se in questa condizione ben diversa che voi state affrontando e noi siamo pienamente al vostro fianco. Benvenuto Presidente. Verso l'Ucraina per tutto il tempo che sarà necessario e oltre. La nostra nazione
continuerà a fornire assistenza sia a livello bilaterale che multilaterale, continueremo ad assicurare。泽连斯基除了感谢意大利的支持，嘛表示这是乌克兰走向胜利的重要访问。了后，伊嘛去梵蒂冈见教宗方济各，伊甲教宗交谈差不多40分钟，而且送一领乌克兰士兵用过。后来有画圣母像的红弹纱给方济各，被教宗是送出代表和平的雕像。方济各过去伫俄乌战争开始了后，捌真侪届表示，关于做两边的公亲，希望恢复和平。不过后来煞开始谴责俄国的侵略行为，佮讲这行动就亲像苏联捌对乌克兰犯下严重罪行，对乌克兰儿童和俄国带走，嘛表示会尽全力协助乌克兰的儿童回去厝。伫咧俄乌战争特别满10个月时阵，13是陆续传出俄国的运输直升机甲苏凯34、35战机，拢总4架战机伫接近乌克兰的布良斯克州的时阵，技术互友军误拍到坠落，也望俄国官方暂时也未对此作出回应。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镜头转来看国内，前几日有民众为着要请看护，所讨买到必要的巴氏量表，就对医师来起卡动手。有专家就表示，亲像香港、日本一寡所在，要请看护根本就唔免巴氏量表，咱嘛无应该甲敢会当请看护，干那交互医师来决定。所以就主张爱废掉巴氏量表这项评断的标准，来照顾民众的长照需求。厝内若做有适龄人想要申请外国籍看护，爱有医师的评估巴氏量表，若做比35分较低才有资格。常常捌造成医病关系紧张。进前3间总病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就是患者的巴氏量表无通过，病患家属动手拍医师。外界伫讨论是毋是爱废除量表鉴定，直接开放民众评估医工。我是觉得不赞成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本国人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就失去了工作机会。我觉得有需要的就是直接就可以请了，因为用巴氏量表的话很麻烦。长照专家是讲，台湾2025年要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的人口占比也会持续提高，长照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政府不应该把是不是会当找外国籍看护的决定权交予医师。香港、日本这些国家地区嘛无用巴氏量表当作评估医工的标准，是市场机制，所以主张废除量表评鉴。那你不要巴氏量表啊，你只要诊断书就好啦。事实上，诊断书你有所谓的身心障碍手册，什么样的等级的身心障碍手册，什么样的疾病，这些都可以是设定一个诊断书一个标准去做的事情，没有一定要巴氏量表。因为它牵涉到移工跟长照两边的一个政策的这个议题，所以其实也是需要和劳动部这边一起来去做一个审慎的演绎啦。长照专家是讲，有一寡长照家庭想要带入长照机构，唔但费用真贵，都要去看运气，常常拢等无病床。有一寡是因为找无外国籍看护照顾适龄者，家属被迫离开职场，互家庭的经济受影响，到尾煞变做长照悲歌。卫福部是讲，评估移工的条件也需要甲劳动部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母亲节，不过对真侪囡仔和年幼及太假死的老母来讲，是正沉重的节日。有真侪受害家长出面来呼吁政府爱改善儿少权的法规，希望莫阁有囡仔受到虐待悲剧来发生。终结儿虐，让孩子平安长大。终结儿虐，让孩子平安长大。看口号，希望逐个虐待囡仔，互囡仔平安大汉。伫公民团体甲立委的号召之下，真侪件虐待囡仔死亡案件受害者家属母亲节徛出来，痛苦讲失去囡仔的痛苦回忆，呼吁政府重视囡仔保护的重要性。亲像小桃子的妈妈，伊查某囝交互娘母带，却疑似互娘母虐待，落来出血死亡，互伊真艰苦。我希望政府能好好重视这些居家托育人员、保姆的那个制度。今天的妈妈也徛出来，因为托育员用米酒皮砍头的方式压伊查某囝困，所以伊查某囝无喘气、送医不治。甲即马托育员拢无向伊回息咧。伊伫公共政策平台发起联署，希望政府应重视托婴甲幼儿园整体制度的改善，为我们声援。在托婴中心致死的孩子受害家属的联署书，几天前已经送公
共政策平台检测。公民团体希望透过这加速分享自身的不幸造句，呼吁政府完备至少权法等相关的法令。这个议题上面，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的通盘来做检讨？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立委是呼吁社会大众给一点热心甲关怀，对减少儿童虐待事件发生有帮助。透过大家努力，让妈妈能安心度过母亲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有一个里长，因为看到车路有粪扫，过2天啊，拢无人去甲清起来，伫甲边仔学校老师吵，甚至佮放送骂学校拢无咧摒扫。啊，那校方是回应讲，因敢若负责清到人行道尔，车路就无属于因管。这个里长后来嘛表示后悔，佮讲要捐6万块互学校做环保基金。当车真济的大车路边，为了安全下校禁止学生囡仔去扫车路。不过当地里长无确认下校摒扫范围，进前发现车路一地粪扫，可2天无人清。向当时带囡仔摒扫环境的主任嘛歹听话，佮透过社区广播指责下校。我感觉这无教无迄个够用。这个马路边这里外围其实就是属于社区道路，了解的就是会透过社区的志工来进行打扫。一个广播，规个你的居民拢听到，老师袂堪咧受侮辱，爱学校介入。查清楚了后，里长发现学校敢若负责人行道，点啊加路，毋是学校责任范围。伊感觉歹势回唔对，讲家己真土地讲的有话无，毋是故意骂人，要捐6万块做环境整理基金。学生就是站在上面可以扫得到的地方帮忙扫没关系，但是你不能下来，因为这边车流量真的太大。咱重要是为了环境卫生，甲会迄个口角安尼啦。查甫人嘛是拢讲的拢有当时爱较会迄个口头禅啦。废弃物清理法规定，4公尺内的公共巷仔、路面加水沟仔，由相对户还是小瓦户分别各一半清理。其他公告有关环境卫生需求的范围，由执行机关，也就是当地环保单位负责。里长讲，这件代志是伊唔对，希望老师接受伊真心悔失的，让代志会当结束。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到底要派谁出战，受到各界关注。当日争取低调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搁办到请国民党的中常委来求支持。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嘛是四界的走总，今仔日搁去基隆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敏感话题无回应，正经行入去。国民党有计7礼拜定调总统参选人，由什么人出线，各界真注意。10时暗头党主席朱立伦、新北市长侯友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合体出席入户大典，3个人活动真受大家注意。这两天还有在跟其他人碰面吗？争取定调提名的郭台铭，除了经由大型造势活动有声势以外，则是中道也应请国民党中常委积极争取党内支持。不过，这场参会也被质疑是不是白条卡贿选的嫌疑。对此参加参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大声讲，不是安尼。而进前夜会，民进党主席郭文铁要外界解读计科会，要逼党主席朱立伦的意味真高。我们的本意很自然嘛，人别起去讲话，你叫伊讲的安尼。至于说外界要怎么解读，那是外界的问题啊。比赛规则不清楚呢，注定这个会出问题。聚会讨论哦，或是聊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哈。这个说是贿选人格局太小了哈。我们都相信朱立伦主席会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多谢。现场支持者大话总统府，新加民进党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是启动绿箭。下晡到贵人市新来台湾基友会成立大会，备战2024。靠实力的和平，甲是永续的和平。有的人主张的是另外一个方式。一旦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安尼咱的主权都无去安尼。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和平。赖清德强调，爱做好万全准备来抵抗中国侵略，保护台湾，也要甲民主国家来合作。当力量有够大，自然会使让中国唔敢轻举妄动，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正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9度，中部地区21度到28度，
南部地区21度到27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还佫有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